朋友们，现在带镜子去挂一个急诊，最主要是这个小孩在肚子里冻得太厉害了，昨天冻了一晚上。所以昨天镜子也一晚上没怎么睡好。我在想，他有可能是太活跃了，但是自己在网上搜了一搜，有可能会不会是脐带绕颈、缺氧啊什么的，所以小孩子不舒服他就一直动，那么省得我们胡思乱想。现在虽然已经快6点钟了晚上，那就去挂个急诊看看吧，做个 B 超。我现在开始可以有点体会做父母的感觉了。为什么小时候爸妈都那么担心我们？来的路上一个车拐弯撞了电瓶车了。走吧，镜子，赶紧。对，急诊在那里。先要量个血压，124/75/96，交个 B 超费。没事，收入吧，23分来了。他现在还在动啊。为什么刚缴费的时候有？他又踢了你一下是吧？之前有几天小孩动得不太厉害吧，我们也担心。现在小孩动得太厉害吧，又担心。我现在出来了。在外面等，家属不能陪同。B 超估计做也快的。这是镜子怀孕之后我第2次有了这种比较担心的心理。上一次是去年疫情期间，当时那个视频没有发出去，审核失败了。是什么个情况？当时镜子阳了，但是肚子里好像刚刚怀了，当时2个月，发烧39度呀。然后我们去医院里非常的着急，医生就让我们吃退烧药，说如果你不吃退烧药，孩子要烧坏的，容易出来听力不好啊，或者什么方面容易受损。但是旁边还有一个医生不建议我们吃，说退烧药不能吃，吃了之后对孩子不好。那么正反都是不好，要么发烧烧坏掉，要么就是退烧药吃坏掉。后来我们实在没办法，我给他物理降温也没有用，还是38度9、39。后来还是吃了那个退烧药，是那个对乙什么什么分片，吃了之后后来就退烧了。当时那个视频之所以发出来没通过，是因为我们去到医院拍到全部都是孕妇和镜子一样的情况，就是怀孕了但是也发烧了，吃不吃药这个抉择，所以当时那个视频没过。我不求自己未来的小孩怎么样大富大贵啊什么的，我只要他和镜子平平安安的就行了。进去很久了还没出来呢。邓年新街旁边一个孕妇也是阳了，发烧了，来咨询能不能吃退烧药。镜子终于出来了，但是看到她的眼神我就知道有问题，要住院了。说是那个羊水偏少，要补羊水，所以要住院打那个水，看看能不能把羊水补上去。现在交了3000块押金去住院部。镜子，你一个人在这里呱呱叫啊？我要回去了，东西都给你拿来了，我们在这里看呢啊。实在是事发突然，没想到要住院，而且外婆也突然阳了，是第1次阳，所以不是很舒服，也躺在家里床上，这2天在休息呢，一会儿还要去看看。等事情处理好了，明天就可以来陪镜子了。希望挂个几天水，把羊水补上去了，就可以尽快出院。